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新庄市头几多村外种的人为归家乡团圆。讲到归家乡，观众朋友应该也有发现，很多年来不时有听到有后生的离开都市，归到自家的家乡。作为韩国係论白世代人似唔上嘅新人嚟去做嘅工作，有位人係認真睇環境唔見喜，過不盡愛安尼。不過也有引來很多人羅心百度嘅想愛離開都市，有自家嘅一口田。有2禮拜嘅節目，我能推出歸鄉專題，帶大家去看下，有啲後生嘅攏愛歸家鄉去抗奶亂咯。多轉去嘅同本地想象嘅又有乜嘅冇樣樣呢？某種程度來講，也希望係一種高瞻素冊。假使睇看節目，也拄好想愛歸家鄉，談看下也到前邊樣嚟講。第一集單元，如係想愛歸，為錯到愛農業這個發展起來，對2006年起始，農民會嘅新農業運動政策推出的泡苗、竹豆和個鹽等計劃，就辦老嫩去耕種。農村再生計劃也提供歸故鄉嘅後生嘅一整月2萬元嘅現代收入保障，不過效果非常有限咯。不過有位後生嘅冇參加也到政府嘅計劃，自家呢囤按多嘅薪水變黑。同也愛其他嘅冇樣樣歸故鄉去耕種，向下來談伊人嘅心聲。對2006年起始，農委會就推出新農業運動，而且後生人歸到家鄉做農。看起來有真好嘅光景，不過同後生人實際上愛做農嘅想法，煞所長青態。大家好，我是黃家進，我不是錢多事少離家近，要不是老師當年被裁員，我也不會棄筆從戎。因為回來主要是迫於無奈啦，然後現在因為其實做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蠻有成就，因為這樣算起來也算錢有點多，但是沒有說很多，但是至少事情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然後又離家這麼近，所以做起來還 OK 啦。大家好，我叫帥之。我回家務農的原因是我原本在公司當做主管做裁員的工作，所以現在啊，我回家務農不再裁員了。我現在封刀，開始做一個快樂的農夫，耶！我是游政福。我是充滿理想跟抱負的年輕人，我回來就是要做農業革命的。我回鄉理由就是主要是我們台灣農產品被國外農產品衝擊跟打擊，那農業的東西變成好像是傳統產業沒有產值。那我希望改變這個面向，讓台灣農業的一個現況跟革命這樣。對呀，對無論係其他感染，也係唔感染，真古嚟做農嘅太戇居，大家又係用嘅看幾條位喏。傻眼，就覺得他們真的是竟然為了一個就是這麼辛苦的工作，但是願意付出那麼多，尤其他們都很年輕。搞清楚他自己的動機，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是不知道為什麼做而做的，這種我反而會覺得你做什麼都可能不會成功。沒有小孩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那你就是對，而且一開始其實也幾乎算是沒有收入，但是覺得 it's okay 啊。不過迄陣係其他哪嘢事呢？不願意。對，我不願意。對，不可能。對啊，真的太辛苦了，因為付出與回收真的不成正比。一貫想要做產後啊，做產後啊。對，沒那麼開心，因為做有機以後，那整個農業的東西，人力呀，還有整個投入，其實要很多的，例如說金錢啊，跟體力啊、勞力啊，這樣，那變成說他在做的時候，我們都要去支援他。我是回來搶我爸的飯碗，原本那個我
你爸生活会被所以抢走我爸很不爽，就是这样子。原本一年有30万的零用钱，现在工作也被我抢走了，然后米也被我抢去做拿去卖，对，还要做那个白工，所以他现在叫我希望我赶快回去，不要在这边乱。虽然有理想一定站，不过也得有长春真实的后生头。回到家乡以后，长地啊爱做农实在无按改。做地就是一点一滴经验，就时间去累积的。说坦白，如果说要学习做茶那比较没有用，较不好。若是别地，它销售比较强。我没有花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然后第二是，人家在放假，我们在工作。然后每天都是农忙完之后就是卖东西，农忙完就卖东西，每天那样一直循环，然后其实生活品质很差。跟我们原本想象说回来好像说，做农比较自由，就没有很自由，因为我们全部都被植物绑架了，因为植物每天都要生长，你就每天要陪着它。除脱无一时闲以外，做农还要有那条条件咯。我认为他要先娶一个越南老婆，再娶一个大陆老婆，然后再娶一个台湾老婆，3个老婆帮他种田，他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对，因为人力这一块很吃紧，真的很吃紧，对啊，不然就是要娶一个有钱老婆，真的有，因为你要有钱的话，很多东西运作起来比没有钱运作来讲还来得心应手。第一个，一定要家里有背景啊，就是有一些器具或是什么设备的。如果你单就是只身回来，没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个真的会做死了，因为你什么都没有，都要靠钱去买，要靠资金去周转，那个根本做不起来了。你如果帅之是家里外没有土地的话，他根本没办法生存，因为光租土地这一块很难，真的很难。回到家乡做农，就像是2002年田园高乡桥，我将先前的种开标题从头做起始，对马个农地开始学习，又按照马个上写，总共要去打仗地。可我们不可能去跟金总说啊，我很惨，这样我家里已经过不下去了，真的只能跟我真的要学狗语，看能不能跟我的狗让它来安慰我。孤单一个人在做的话，真的是觉得一直在做，然后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团体某个程度上的良性竞争，它会让大家会有一个刺激性，会往前走。就是大家会觉得看到他做那么好，我想做这么好，就往前走。不过我刚才说娶老婆这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如果没有娶老婆，你回来做，真的可能找不到老婆。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先骗到一个老婆，你才能够回来做田，不然你不要回来。有梦最赞。不过，农比起爱钱，大部分是爱钱，而且种下过年嘞，没钱，马给路做唔得。钱是蛮苦的，钱永远是大家的苦，不是一回来，是现在大家还是很苦。所以我就说，我常说我回来的时候，其实存款是有100万，可是其实开始做农以后才发现，靠，怎么这么惨？对啊，一下子钱，对啊，第1年的钱大概就已经就烧光了，对，所以现在是负债。对啊，现在后来一阵子大概负债了将近400-500了，然后后来没办法就把土地卖掉了以后，其实就轻松，就是稍微压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就是把你卖土地。但是你爸爸会给你借钱的。他爸很讨厌他。你好，回来就败家产。那他投入，他真的非常认真，可以说半夜2点钟可以去种菜，那这种我都没有那个精神啊，所以这个当老爸他有这个梦，我们当然要帮他圆一点啦。同阿水子无相同的是，阿珍的韩国阿富的本单木卡就是港中人，应该是阿沙。有没有少没钱哦？是负债的负嘛？台北那边存了一笔钱，我才回来，大概也是吃了2到3年，跟嘉靖一样，我们大概吃了2、3年的过程，我们才到一个稳定，有一个大约的经济收入。所以一开始大概第1年跟第2年收入没有那么好，那么稳定。
所以其实那时候会有一点压力啊。所以是回来吃软饭吗？算有点半靠北族。这样讲好像不太适当。但是事实。哎，对啊。会不会有一种被骗来的感觉？很严重，有，很明显，就是因为一开始知道他们家是做茶，可是对这种做茶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只会喝茶，不会做茶。然后后来，自从嫁来之后才翻到，才知道原来做茶这么辛苦，对啊。当时的生活应该是比这些现在优渥100倍吧？应该说比较固定，而且你会有真的家庭生活。但是现在你可能24，也不能说除了睡觉以外，其实你可能觉得你 all day 都在工作。当然我是以他为荣啦，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虽然说我也帮他打一些，就是说客户的基础啦、技术的基础，但是他整个扩展的，他这样的境界我是做不到。本蛋3腿嘅寶寶有幾下百萬，到爸仔幾下百萬，有咩也得後生農民，還係頭針針嘅沉落下去，唔驚死喏。他現在負債累累啊，他現在對啊，負債累累啊。你看投資這一大片，這個颱風一次啊，像今年的颱風2次颱風，一次這個全部掀掉2次哎，你的作物收成啊，跟這些設備你還在重來啊。那個這一次杜鹃的那個晚上。就是大概6點多的時候，整個被吹到停電的時候，我跟我老婆在那個屋子裡面就很暗，就只看到那個微微的那個光進來，然後整個外面風很大的時候，我老婆問我一句話說：“你真的每年你都要去面對颱風，就以後颱風只會多不會少，你每年你都要去面對過這樣的生活嗎？”如果我的小朋友需要在每一年的夏天来的时候都要担心，防台需要做防台准备，或者是今年台风如果来得早一点，是不是我们没有？也许米都会遭殃，也许其他我也会觉得，是不是小孩也会觉得很不安全感？对，我是认为说，其实长期来说的话。这个产业其实还是有一个愿景，然后是我们不能看说，其实很多东西是前面的路本来就会比较难走，可是就是短空长多啦。其实我是很感谢我父母，他们还蛮支持的啦。对啊，然后其实最主要是我老婆抱怨比较多了，也是很感谢说当初父母有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回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然其实如果没有回来的话，现在也不知道在大陆还在哪边飘，也不知道。那就是可是更感谢的应该是我老婆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她是真的。在我背后的很辛苦，因为我要面对很多事情，然后其实很多事情他也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啦。那不然的话，其实可能如果妻离子散的话，可能从农这个路是根本是做不下去的啦。那所以我对他们来讲是某个程度是蛮亏欠的。然后也是因为我后来结婚了生小孩，然后更能了解说。当爸妈去看小孩子这个角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很不孝啦，在某程度我觉得很不孝，所以我觉得现在自己对他来讲，很想跟他说一声抱歉这样。跟两界想法意見較無合，都無較太上台，像無人家安尼都中間唔知講嘛開好。他说很谢谢爸爸啦，就是说，他那是你讲的吗？他讲的，他说他很谢谢你，他说他觉得，他那天被我讲到他都哭了，就说他觉得对你他觉得
这是很不孝。哎，这是你讲的吗？你这个嘴巴蛮甜的。他讲的，他讲的。他讲的。对你觉得很不孝。人上个月千名古的戏冲，为台上的冲出期待的心情。过年冲到不得不切，上司的还没跌板，也得后生阿哥讲，回到家乡做农是佢一生的事业，有理想我公司的去做，所以坚持，最后总要讲出期待一片天。